咁另外同大家分享多一兩個其他嘅 topic 啦，今日有兩個比較係一啲大家平時有機會面對嘅情況嘅。咁我睇睇一般佢哋會點樣問啦嚇。咁我睇睇，你等我一陣啊。係啦，咁佢哋會話平時自己咧就好少咧就面對人群啦，或者 chair 一啲會議或者演說嘅。咁職場嘅表達能力咧就唔係太高，咁嘅時候其實即係可唔可以做到自己到時interview 裏邊嗰個嘅效果咧，係嘛？咁我諗我同大家咁講啊，以我自己幫大家分享一啲嘅自己嘅經驗啊。咁其實每一個人咧喺出嚟做嘢或者讀書嘅時候咧，都可能都好少機會，可能唔多機會咧，去咁多嘅 presentation 啊、演說啊，或者係同大家講嘢嘅，或者面對一大班人群。咁你莫論話你可能係 chair 一啲嘅會議啊，或者一啲嘅 seminar 啦嚇，咁你可能好多人會聽你講嘢啦，咁你可能會緊張係嘛？咁你亦都有人會問你問題，咁你亦都可能未必能夠全部答到，咁樣就會越嚟越驚。驚嘅時候咧，就更加講嘢咧就講唔到嘅。咁所以其實冇人與生俱來咧，就已經一出世咧就識得面對一大班人咧去 present 自己啊、講自己啊、答問題啊咁樣。咁其實大家係需要多啲嘅練習，唔好怕。咁基本上你係如果你要做到喺你建築行業裏邊一個唔錯嘅位置嘅話咧，基本上你係必須要有一個能力咧，同大家去做 present 去講説嘅，亦都因為你有咩要求或者有咩意見去表達嘅時候咧，咁你係必須要咧面對一啲其他嘅人士，同埋將你自己心裏邊嘅意見咧去講出嚟。咁所以其實呢個咧，你係要通過多啲嘅練習。嗱，例如你係已經有好多機會，多唔多機會咧？就係已經係有啲面試或者有啲嘅meeting 會議，你係要去獨立處理嘅。你會唔會去即係爭取機會咧去做呢個會議裏邊嗰個主席咧，去 chair 咧？咁當然啦，你去爭取呢個機會嘅時候咧，咁你會多啲經驗去面對一啲大班人嘅時候咧，你點樣去 present 自己啊？點樣表達自己？咁當然啦，咁你喺你做呢個 presentation 或者啲會議嘅時候，當然有一個即係好好嘅準備嘅嚇。當你有好多嘅經驗積聚咗去面對人群或者開會，亦都有充足嘅準備係關於呢個可能會議啊 seminar 嘅時候咧，你鍛鍊咗一段時間咧，慢慢你就會覺得冇乜特別嘅，其實都係同你平時咧做嘢同自己去思想去做事嘅時候咧，咁你會覺得係咪平時係咪覺得呢啲嘢冇問題嘅？諗下點樣做，點樣去講，點樣去寫出嚟？咁呢啲你覺得啲問題不大啊？但係當你講出嚟嘅時候咧，就會緊張，可能得返50% 都冇嘅嗰個即係表達嘅能力。咁呢個其實就係你係有冇一個鍛鍊，同埋有冇一個準備。當你有鍛鍊有準備嘅時候咧，慢慢你就會覺得呢個係唔難嘅事，亦都係因為你有呢個能力嘅話咧，亦都係你做到一啲比較高層次一啲嘅位置嘅係嘅必須要拿捏到嘅能力。咁所以大家係應該越早去拿捏呢一個能力咧，就越好嘅。咁所以你爭取多啲機會去面對人群啦，爭取機會去主持一啲會議啦 seminar。OK， 咁呢個係我同大家分享嘅第二個 topic。